万军的上帝，阮主集伫你的圣殿，阮非常欢喜。阮今仔日有阮的兄弟台中公义行动教会来到德堂，甲阮做伙去这段敬拜你。主无共款的所在，无共款的教会，共一个主，共一个救主。阮的心拢对阮的主耶稣基督来。我们伫今仔日做伙来讲起上帝你的作为，我们要伫你的圣殿中间来敬拜你。愿你的名圣，愿你的国临到，愿你降临伫阮的敬拜中间。哦，所有敬拜你的人，拢伫神、伫信仰的内底，通得到造就。愿主你的阳光充满伫今仔日敬拜你的人，愿主你的疼充满伫每一个孤单、心中郁卒、有苦楚的人。求天父上帝，今仔日的礼拜，阮真做合一的礼拜，合一的教会，拢共属伫主耶稣基督。阮要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赏赐阮使命感的教会。今仔日的圣经就是讲起主耶稣你家己对正教会所显明，你是一个有使命感的比赛亚。既然跟对你的人，就举家己的性命给跟对你。所以求你造就无共款的教会，无共款的使命，但是共一种，就是互你的疼到伫每一个需要的人的所在。阮将今仔日的敬拜侍奉的同工交伫你的手中，祝你互李云甲正宗因平静的心，无紧张无惊吓，互因伫敬拜赞美的时，会通学了上帝，也互敬拜赞美的过程来准备阮的心，来进入主你的至圣所。主要愿你的圣神甲每一个侍奉的同工圣歌队同在，愿恁所吟的诗歌会当摇动人的心。也愿你甲苏琴的依林老师同在，互伊的苏琴会当帮助今仔日整个的礼拜，互阮用诗歌做祈祷，也恳求天父上帝你甲今仔日的聚会，阮的同工同在，互伊所共读的圣经会当刻条伫阮的心，互阮明白上帝你的话毋是做参考，你的话就是阮一生学习的智慧。所以求你甲阮三个弟弟，愿你洁净这个所在，安静人的心。愿主你的圣神运行，甲阮三个弟弟，愿将今仔日的礼拜恭敬交伫你的手，基督我耶稣的圣名，阿门。你要做伊哩？
感谢主，咱这一摆来到夜市阮得着情，咱拿咱的厝边讲一个真欢喜，看到你。感谢主哈，奇异的恩典何等的甘甜，我罪已得赦免。我们都是一群有福的人，才能去经历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何等的甜蜜，我们一起来唱《奇异的恩典》。奇异典。奇异恩典，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欠我世上均被寻回，瞎眼睛灯看见，如此恩典，如此恩典，使我敬畏心的安慰，初心之时，我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奇恩典，奇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欠我世上尽被寻回，瞎眼睛灯看见，如此恩典，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的安慰，初心之时，我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神说他用他的华冠代替西安的悲哀，用灰尘代替灰尘，洗的油代替我们的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我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种的，叫我们得荣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心肝宝贝，因为神的爱，我们才可以站立在这里。我们来唱爱的真谛。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我们一起来唱爱的真谛。爱是恒久忍耐，拥有恩慈；爱是不嫉
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恒久忍耐，拥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神要我们做无瑕疵的儿女，在这世代要显明，如同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就像这一首《爱的真谛》，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忍耐，爱永不止息。我们再一次来唱这一首《爱的真谛》。爱是恒久忍耐，拥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阮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听放在阮的心中，互阮学习彼此相听，彼此包容。主啊，阮真正献上阮的感谢，因为阮知，阮是头者的器具，我们真的不配，我们真的不配。但是因着你的爱，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领受你的爱与祝福。主啊，我们真的献上我们的全人，再一次的全面全人的仰望你，恳求阿爸天父，你圣灵再一次的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带领我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的心敞开，来领受神的圣灵在我们心中掌权。主啊，谢谢你，我们再一次的同心合意的献上感谢赞美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在我今天的灵修过程当中，我听到一个小故事与大家分享。有一个修道院有2个神父，他们各自种了一棵树。第一个神父说，他每天跟神祷告说：“神啊，我的树需要雨水。”神就降下了雨。他看一看，又跟神祷告说：“神啊，我的树需要阳光。”神就赐下阳光。他又看一看之后说：“神啊，我的小树需要有霜。”所以神下了雪。没几天，他的树就死了。但是这位神父很开心的跑到另外神父，要跟他分享他经历了上帝，他经历了祷告。当他进入找到这位神父的时候，神父就跟他说：“哎，你看我这棵树有没有长得很好？”他就说：“为什么你的树长得这么好？”这位神父就跟他讲：“我每天祷告说，神啊，这是你的，你知道他的需要，你知道什么对他是最好的，你知道他需要阳光的时候，你就会给阳光；你知道他需要雨的时候，你就会给雨水。”在这个世上，我们常常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来祷告，但是神已经将最好的都给我们，只是我们有没有安静自己，来跟着神走？就像这一首诗歌，摇花祝福妈妈。伊讲田中的白灵丝，无欠缺什么；山顶的百合花，春天很芳味。总是全能的上帝，每日赏赐真福气。咱做来吟这条摇花祝福妈妈。田中的白灵丝，无欠缺什么；山顶的百合花，春天很芳味。总是全能的上帝，为你赏赐真福气，好地树花叶结实，现出听堂的。我们要求敬拜你，赐欢喜的歌声，何乐轻松一秒因无所。田中的白灵丝，田中的白灵丝，无欠缺什么。山顶的百合花，春天很芳味。总是全能的上帝，为伊赏赐真福气，好地树花叶白实，现出听堂的根基。摇花祝福妈妈。阮天主啊，记到万世代。我要举手敬拜你，出欢喜的歌声，何乐轻松一秒，摇花祝福妈妈，摇花祝福妈妈。阮天主爱记到
万世代。我要举手敬拜你，是我你的歌声，学了轻松一秒，一无要花就好默默。礼拜。咱同心来敬拜，请走甲。奉耶和华的名来的，应该得到福气。耶和华是上帝，伊的光照阮。你是阮的上帝，我要感谢你。你是阮的上帝，我要尊你做权。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世间情人拢着点情，偏心徛伫面前。无你看愈深爱相思，但阮要伊相思。上帝讲你的声。三甲的吟圣诗敬拜上帝，圣诗280首，我爱朝见天父的面，请咱起立吟全首。心爱
三甲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所在。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做你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兄弟请坐。咱三个来启应上帝话，启应文第5篇诗篇19篇，伫圣诗的后边。这个天讲起上帝的荣光，强强报用伊的手所做的。即日对迄日发出言语，今年对迄年传出财物。无言无语，伊的声无通听见，伊的准钱遍满伫天下，伊的言语到伫地极。上帝伫伊的中间，为着日头安置帐房，日头亲像新野菜出因的房，也亲像勇猛的人欢喜走伊的路，伊对天的这边出，驶到天的迄边。无一项物放捌，无得着伊的热气。耶和华的律法照全，是活起来，耶和华的干净确实，为互误人有智慧，耶和华的教示正直，为互人的心欢喜，耶和华的命令清洁，为互人的目睭光明。因为耶和华的道理是清气，永远存在。耶和华的判断真实，一切是公义。比金比袂侪好金，较通羡慕；比芳芳滴落来的米较甜。佮你的奴仆对这个受警戒，受这的有大手术，自罪会知伊的失措啊！求你除去我暗时的过失，求你阻止你的奴仆无故意犯罪，毋准迄个罪恶管辖我就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石盘救赎我的主啊！愿我的嘴所讲的，心所想的，伫你的面前得到接纳。阿免。接间过来三甲入圣诗，圣诗296首，圣诗296首。耶稣调我来行天路，请咱坐咧吟全首。
慈悲怜悯疼阮的天父上帝，今仔日是中秋节的圣主日，愿所有同信的兄弟姊妹用敬虔的心来到你的慈恩宝座前，同心献上敬拜，献上阮深深的感恩甲懊恼。主啊，中秋节照圣经所记载，是纪念主耶稣骑驴仔入城，众人举着树枝喊话：何塞那，何塞那！用安尼来迎接主耶稣做王。主啊，总是阮知，这条路并无停止热烈的掌声，是继续按照十字架的苦路来进前。我默想主，你是威拍，你的头伫刺背的冠冕，受到各种的侮辱；你的脚、你的手钉伫十字架顶，流出宝血。这是何等的甜！为着世间人的罪，主你做出这款的牺牲。主啊，伫这礼拜受难周，求圣神保守阮的心，互阮用敬虔、安静、悔改的心来默想、来灵修。阮愿意放落家己，举起家己的十字架来跟对主，求主加添阮气力，互阮伫受难周警醒来反省阮的信仰，互阮对主调调。天父上帝，感谢你，互阮有机会甲公义行动教会的牧师兄姐做伙敬拜上帝。阮特别要为着一群无固定礼拜堂，却伫公园街头，伫城市的角落咧敬拜的兄弟姊妹来祈祷。主耶稣，你常常带着你的学生甲门徒，行遍逐个乡舍，伫路边、伫山顶、伫湖边，向人宣告天国的福音。今仔日伫台湾，嘛有人选择行出礼拜堂，到伫公园进入人群的当中，甲侪侪也毋捌听过天国福音的人分享上帝你的疼。主啊，求你亲自做因的牧者，求你使用公义行动教会，你嘛使用伫台湾逐个乡舍地方的教会，互阮伫社区、伫社会中间、伫有人群的所在做光做盐。愿台湾的这块土地，因为有公义、有真理的福音，会当成做一个强者行公义、弱势者得到安全的所在。亲爱的圣神，阮求你亲自引带阮今仔日的礼拜，求主甲讲道的曾牧师同在，互牧师宣讲的信息是出自上帝你的心意。求主你安静阮逐人的心。互阮有受教的灵，互无论讲的、听的，拢互阮领受你丰盛的恩典，也互阮带着天国的福音，进入人群的当中，甲人同得福音的好处。阮伫你的面前献上祈祷感谢，拢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阿门。上帝。就是拄起世
请献歌队。大先，咱来看旧约圣经以赛亚书61章第1节到第3节。旧约圣经以赛亚书61章第1节到第3节。主耶和华的神临到我，因为耶和华用油抹我，互我传福音予丧乡的人，找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受掠的得到讨放，上关的出家牢，报告耶和华欢喜的年，甲咱的上帝报仇的日，安慰一切悲哀的人。第3节，
伫锡安悲哀的人，用花木、橡树衣来替火夫，欢喜的油来替悲哀，懊恼的衫来替忧愁的心，互因称作公义的树，就是耶和华所在的，来显明家己的荣光。接续，咱来看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4章18节到21节。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4章18节。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伊用油抹我，互我传福音互丧乡人。伊有找我，甲受掠的人讲，因会得到透放；甲痴迷的讲，因会得到国光。来透放受压制的人。19节，宣传主欢喜的年，耶稣合切行这事就坐咧，伫会堂的众人拢注目看伊，伊就开嘴对因讲：这个圣经应验，这个圣经的应验，恁今仔日有听见啦？正道深入群众的教会，请曾牧师。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要领受上帝伫咱今仔日组织这个欢喜的时刻，上帝所予咱的信息，甲咱的激励，咱同心搁一摆用祈祷来领受上帝的话。主耶稣，阮听见你所读以赛亚书的话，主阮通过使徒路加伊所记载，主耶稣你家己表明教会存在的使命。阮今仔日两间教会，甚至有无同款的教会作为组织，伫同一间的礼拜堂的内底，阮同心伫你的面前敬拜，合一伫主你的道的内底，求主你对阮讲话，互阮的教会无论伫啥物所在，哪来哪亲像主耶稣的教会。主啊，阮袂通干那叫你讲主啊主啊，但是确实伫阮所信所行无合一。伫主耶稣基督，你家己的心意，恳求天父上帝帮助阮伫今仔日的礼拜来学习警醒，阮的教会是毋是有亲像耶稣你的心意所欢喜的教会？阮伫你的面前，将今仔日的敬拜仰望你，愿你的名圣，愿你的国临到。主你互地上的教会，诚侪你上帝国的记号，无论是有礼拜堂无礼拜堂。每一间教会拢诚做耶稣基督的教会，阮伫你的面前，用渴慕的心来静静听，求上帝对阮讲话。阮安尼恳求基督，我给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欢迎台中公义行动教会兄弟姊妹，咱今仔日两间教会做伙做礼拜。恁的教会甲阮的教会真无共款，但是恁的教会甲阮的教会嘛应该共款。无共款，就是咱的教会起头亲像耶稣，伊是无礼拜堂的教会。耶稣伫2000年前，基本上伊无建立会堂，伊是一个无礼拜堂的传教者。总是咱相共真亲像，是因为咱的心中有主耶稣，咱心中用耶稣基督伊的心意，甲伊的使命，做咱的使命。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会当做伙分享。青木礼拜的目的是要彼此见证，无共款的教会，带无共款的菜色，那亲像美国人咧煮餐的时候有一种的形式，就是一家一菜 ，potluck， 就是讲你带你的物件来，我带我的物件去，咱做伫公园，咱就大家共伫遮，伫咧中间交陪。前来得等教会兄弟姊妹，今仔咱的兄弟姊妹，因的名叫做台中公义行动教会。这间教会起头，我若无讲毋对，应该是组织伫台中公园，也一个医疗医头拜拜咧，就伫迄个所在来敬拜上帝。兄弟姊妹，一间无礼拜堂的教会，若有主耶稣，伊就是教会。
一经礼拜堂若无主耶稣，伊毋是教会。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做伙安静，伫即个所在立约、誓约、决志，咱问主耶稣讲：伫即礼拜日了后，阮的教会有甚物种的无共款？伫即礼拜中间，主你要对阮彼此这个教会来讲起你甚物上的信心。我用这张相片来代表主耶稣基督，伊表明伊的使命。所以，既然是耶稣基督教会，应该拢是一个有使命的教会。耶稣只有12个学生，但是这12个学生平天平地，将整个罗马帝国改变。英语叫做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伊彻底上将这个国家改变，伊彻底上将这个社会改变。今仔日我要甲咱讲几个伫历代的圣徒，因怎样用信仰改变因的国家。我感觉今仔日台湾的教会需要的是主耶稣，因为若有主耶稣，人就会拿来亲像2000年来伫历史顶悬，遐什么拢无爱，敢若爱耶稣。伫教会历史被称为圣徒。今仔日咱的教会会当时会随随便便，无真大的坚持，是因为许多人无坚持，所以囡仔都无坚持。因为教会无法度立志要做圣徒，所以地教。人就毋知影什么叫做主耶稣基督的典范。我要用今仔日个故事，毋是这个做故事，今仔日个题目是对这个故事来。这个故事改变我学习怎样真做一个草地牧师。这是我一生的第一个功课。耶稣互我早期来到德登教会所读的一本册，这本册册名叫做深入群众。原本上基本上伊的原文法语的著作。伊的名毋是叫做深入群众，但是当我读这本册了后，互我对一个成功的牧师、一个健康的教会有真无共款的定义。因为这个主角并毋是写这本册的作者，这个主角是一个天主教的神父，伊的名叫做加路夫高。这本册的册名叫做《亚迪沙漠的经济》（The Sea of Deserts）。就是讲，一粒种子，一粒麦仔，若带入土里，伊就结出最果子。这个主角叫做副高神父。基本上，伫这本册中间有一个甲伊写序言的人，叫做朱利德牧师神父。朱利德神父伫开场白中间讲，这个人的一生伫世间人看，伊是一个浪费人生的人，是一个失败的人，因为伊无去过一间像样的礼拜堂。这个人伫一生中间并无好掉门徒，一个都无。但是为什么后来伊有门徒千万人？后来伊的门徒是通过伊的日记。后来这个作者就是今仔日这本册的作者，伊家写伊的日记内底，伊的梦想，伊甲上帝讨讲：主啊，想使我一定同心敬拜你的人，有兄弟有姊妹。我要将阮的厝当作圣殿，阮的一生中间要为你拍开阮的生命，甲阮的心门。所以，这个读到伊日记的这个作者，法国的一个神父，伊深受感动，就将伊种的理想，就是建立一个咱咧讲的使徒团体，弥赛亚的团契。兄弟姊妹，咱就是弥赛亚的团契。耶稣呼召咱，是要跟对伊的脚迹，领受伊的修订。手5个上分，今仔日师会带咱祈祷的长老，我想伊真大的感动，就是伊想到耶稣基督受定手的上分，所以忽然感觉不配，伫迄个中间提提吐吐，这是一个真感动人的事情。兄弟姊妹，咱信主有当时一帆风顺，咱无一定提提吐吐，但是咱有偌济时间是感觉伫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咱感觉不配，主啊！我愿意一生为你来活。这个朱利德神父伫这个序言中间问一句话，打动我的心。伊讲：今仔日台湾需要什么种的教会？今仔日台湾办一个这个大闹节，办一个活动，办一个马扎，办一个营养会，然后分一个传单，甲你的厝边的人讲：耶稣听你，安尼就解决了吗？朱利德神父伊讲：台湾毋是需要这种教会。台湾需要这种的教会，就是一粒麦仔，是行入
人的中间，深入群众，陪因笑，陪因哭，甲因一生生活做伙。朱立德神父伊的家庭真悲惨，因家有4个神父，总共互中国共产党判刑148年，甚至死伫监狱的中间。朱立德是第4啊、第3个囡仔，因的家庭中间几个兄弟，伊的老母将伊的囡仔拢献予上帝。朱立德伊的家族就是这种。兄弟姊妹，咱茫想讲牧师，你是基督教、长老教会牧师，你开始讲天主教的道理，毋是啦，迄是耶稣的道理。天主教甲基督教是同款的教会。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有开阔的心，有谦卑的心，有安静的耳孔，静静来听。主通过历代的基督徒所留落的卡者，对咱的鼓励。这个牧师所写的，这个神父所写的序言，伊讲副教神父是一个一生失败的神父，因为一生无门徒，伊一生嘛无去真水的礼拜堂，伊一生亲像浪费。但是主理道咧讲的这个人的意思，就是讲上帝用无共款的眼光咧判断这个人，因为当这个人伫土匪来抢砖头，伫冤枉死，伊冤枉死，但是一生无啥物成就。但是主理道神父减无敢若写一句讲，耶稣伫十字架顶悬，伊最后讲一句话讲，成了。伫十字架顶悬最后讲一句话，主啊，我已经完成你所交代我的事。今仔日的教会是来看大叫的教会，今仔教会一定爱讲伊人所增加的教会。今仔教会真侪误会讲，教会就爱水才会当荣耀上帝，无毋对。咱若要学上帝，咱爱学用上好的来去做上帝的圣殿。上帝教会毋通亲像粪扫堆，上帝教会嘛毋通亲像你无爱的家具才摕来教会摆。上帝教会本地时代应该就是将上好的献予上帝，但是毋通错觉错觉讲，原来就是去礼拜堂就会当荣耀上帝。人的生命就是上帝的圣殿，你我咱，人啊看到咱，就亲像看到耶稣。原来就今仔日，咱对遮开始，这个神父的故事真长恁也有机会看，恁会当去读伊的这个故事。也愿咱会当伫伊的生命中间学习伊种完全无保留的。有一个牧师是我一生中间感觉是我的信仰的老爸同款。伊一生嘛敢若无回一间教会，伊的名叫做 John Stott， 伊是伫英国伦敦的一间万圣教会。一世人只有牧养一间教会。这个人最后一摆讲道，伊问家己讲：为什么即摆全世界的教会足认真咧做事工，但是复兴的教会并无真济？兄弟，恁敢有感觉这个问题？真侪教会拍拼做这个拍拼做，无用真侪事工，但是事工无一定会互教会复兴，事工无一定会达到宣教的目的。因为咱所做的事工无一定有带有宣教的精神，因为咱做这事工嘛，无一定是耶稣爱咱做的事工。这个牧师伊对心中有一个答案讲：原来就是教会应该爱知影讲，咱的教会敢有亲像耶稣基督的教会？咱的教会敢有亲像耶稣的教会？主理道牧师讲，今仔日的教会无亲像农民的教会，所以农民无爱入去教会，因为感觉因是西洋人的咧做礼拜的所在。今仔工人无爱去教会，是因为因感觉因食槟榔、食薰阿伯啦，因入去个教会，甲人格格不入。今仔人无爱去教会，所以啊，你姊妹，毋是讲教会爱食槟榔爱啉阿伯啦，安尼教会人外面的人才会当安尼感觉真亲切入来，毋是。当然教会有教会无共款的特质。这个牧师伊问到一个足重要的题目。是今仔日我要甲咱做思考，咱的教会有亲像耶稣的教会吗？咱有亲像耶稣的学生吗？阮做牧师的人，有亲像耶稣的使徒，会牵得互兄弟姊妹讲，阮要学习阮的牧者，伊的生活态度亲像伊学习耶稣。所以兄弟姊妹，愿咱就今仔日的礼拜，咱的组织有价值，毋是干那恁来阮请食一碗肉色饭。咱做伙自餐，咱做礼拜，咱做伙分享无共款教会的特质。我也未
解说也未翻，甲恁介绍真正。阮的长老应该有去 Google 过，但是伫 Google 顶悬并无容易知影讲公义行动教会到底是甚物种的教会。因为 Google 资料无介济啊，看袂到恁教会的相片，敢若咱看到字迹。但是 AI 会当讲呢？我去问 AI 讲，行动教会到底是一种什物种的特色的教会啊？这么来甲我讲，这间教会是一个注重本土，是一间无用礼拜堂做中心的教会，因注重社会转型的公义，等。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拢继续努力，亲像咱的主耶稣基督。愿主耶稣踮伫咱的中间，伊的想法，伊的样相，伊的香味，伊的温柔，伊的荣耀，甲咱三甲伫地，互咱的教会亲像耶稣。John Stott伫咧讲起健康的教会，有一本册叫做《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教会》，迄本册，伊伫内底讲到教会上少爱有4项代志。第一，爱认真读圣经，伊甲伊讲 Biblical faith。就是一间教会真重要，就是教人读圣经，去普天下招万百姓来做我的学生，将我所教示恁的教示因遵守。咱所认捌耶稣是因为咱读圣经，咱所认捌耶稣是因为圣经见证主耶稣。今仔咱所读的新约路加，就是一个毋是12个使徒的使徒路加。路加毋是耶稣学生，但是伊所写的路加福音比其他福音书更较有图像啦，有图片，有花，有目屎，有剧情。路加是一个无简单的圣经福音书的记者。第二，教会应该彼此相听。第三，教会礼拜是重点，因为咱徛起来咧使徒圣经，个别咱的信仰时，关信上帝全能的被创造天地的主宰。咱徛伫时，毋是嗷嗷念，一徛起来时一种信仰的个别。我今仔入这个礼拜堂是要做礼拜。带人敬拜这个看袂到的上帝真困难，带人敬拜迄个看袂到的上帝真困难，因为人拢恶盲，看会到摸会到。愿天父上帝帮助所有的教会礼拜，包括行动教会，当恁伫公园的时，当恁伫逐所在咧聚会时，有一寡台湾人活来，因为听讲恁到底咧唱什么歌？兄弟姊妹，你毋通看见唱一条圣诗。我的外祖就是因为听一首圣诗改变你的一生，一首圣诗改变我的外祖。伊讲较有遮好听的歌，为着要听圣诗，对中路高雄的中路行去到台南的太平境，毋是太平境，看太平境教会。后来伊就信主。兄弟姊妹，上帝通过咱的组织任何的方式，互人得到福音。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今仔日的组织。咱来读这个圣经，这段圣经对咱有什么种会重要？这两段圣经是同款的。换句一句话，就是1500年前的以赛亚书，毋是700年前、800年前的一个以赛亚书，后来到伫2000年耶稣迄个时代，通过700-800年的这个时间，耶稣把这个圣经提出来读。这个故事咧讲起耶稣进入会堂，进入会堂的时阵礼拜堂。迄个伊圣经讲，执事将圣经拄互耶稣，耶稣摕起来掀开，所读以赛亚61章，就是这段。这毋是巧合，迄是耶稣头一摆讲道，迄是耶稣头一摆讲道。有人讲，伊读这段圣经是伊的啥物就职演说啦，像美国总统伊就职的时阵，伊爱讲一篇大道理。耶稣摕这个以赛亚圣经拍开了后，伊就念这段话，有的有念，有的无念，毋是讲有的有念无，拢有念。但是路加后来记伫伊的路加福音中间，可能有一寡重点，有无共款的信仰的解说，写伫伊的约翰福音书内底。所以兄弟姊妹，耶稣伫这段圣经会当讲伊会就这个演讲嘛，会当讲是伊的信仰的使命的宣言。像这信仰的使命的宣言有啥物重要？这毋是咱台湾的教会，毋是咱台湾教会的习惯。咱多数的台湾的教会袂去注重讲啥物叫做 mission statement， 就是讲我的教会存在的目的是啥。但是德堂教会，亲爱兄弟姊妹，进入周报毋是互恁做安尼看水水的，
已经咱几十年来，咱的周报顶管有一段足细致的，我毋知恁有注意到。这是德登教会的使命5项。咱的教会要成做什么种教会？兄弟姊妹，今晚毋免看讲义吼，咱做伙伫上帝的面前，咱来听耶稣。耶稣是一个有使命的耶稣，所以伊用以赛亚书拍开，然后将圣经讲将册合起来，交互执事，然后甲下面的人讲：今仔恁听到这段圣经要成就应验实践伫恁的耳孔中。信仰毋是干那听，信仰是活出来。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听到耶稣基督的使命。但基督长老教会的使命伫遮，教会是什么？让你姊妹倒一只看，因为毋是凊彩看过就结束，爱看过了后，深深放伫你的心内，你才会通明白讲，你进入教会，你伫教会内底任职，你应该安怎来去做教会？耶稣有使命，所以伊的使徒嘛有使命。历代教会拢有使命，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兄弟姊妹，将这两段话不断伫咱的教会任职的中间，特别如果你若是担当牧者，还是担当中职，你一定爱想耶稣今仔所讲，教会的使命到底是什么？是影响今仔日有真侪牧师伫咱的做伙组织中间，有张建云牧师，有林牧师，有王牧师，有于平牧师，哦。有真侪无教会无共款的牧师，今仔日甲阮做伙礼拜。上帝将一个真神圣的十字架交伫咱的手中。愿天父上帝赏赐咱有权柄，咱所讲上帝的话，会通影响台湾这个社会。台湾人需要真理。台湾人虽然教育非常的骄纵。今仔几乎所有台湾囡仔差不多上少拢读到高中毕业，这是全世界比例上足难得有一个国家的教育遐尼普遍。早期我阿祖的时代是捌字的人无济啦，我的阿嬷是一个真够写白话字的阿嬷，伊写批互伊的囡仔写啥，拢写白话字。军中做兵的时阵，有人会感觉讲，这哪像咧写迄个密码误会讲其实基督徒。伫遐咧讲迄种人听无的话，兄弟姊妹，咱是一间足有特色的教会，愿天父上帝帮助。上帝用伊的油，耶稣的意思是讲，我是受抹油的，我是受抹油的。伫犹太人的话中间，受抹油的就是一个真尊贵，亲像国王，设立祭司，设立国王，摕油来甲伊抹。耶稣上帝安尼甲伊讲，你用油抹伫伊头壳顶，我要用一个人。耶稣讲，我是设立的人。真要紧，即句话，我无真深的时间，通真长的时间，通一句一句解说，互咱所有兄弟姊妹听。介简单来讲，有福音要互颂扬人，有福音要互弱势者，有福音要互咱看袂起的人，深入群众。上帝用真侪无共款有记号的人，阮今仔日礼拜中间有真侪兄弟，包括建宇牧师，包括面基兄。包括今仔总省长老，因拢是对一个身心障碍的机构叫做小儿麻痹的喜乐保医院大汉，但是上帝互因所散发出来迄个信仰的智慧甲生命的活力，用软者的人互健康的人见效，用颂扬的人互富足的见效。福音就是颂扬人，福音就是互人的生命脱胎换骨。所以今仔日这句话真重要。毋通看轻咱家己，咱若认捌耶稣基督了后，咱的家族的命运，咱个人的命运，咱的人生要无共款。主要将伊的荣耀放伫咱的内底，主要将一个使命赏赐互咱，咱会通成做有能力，通传上帝喜年。伫这个圣经中间讲，上帝喜年，咱听无上帝喜年是啥物意思？但是犹太人一听讲上帝喜年，因就知影这是一个社会制度啦。那用今仔日咱这个时代白话字叫做转型正义，因为犹太人有一个制度，就是每50年拢是一个安尼夫妇，遐祭物拢搁重新来，迄落地重新伫落头放，人生搁重新开始。犹太人的制度中间，足早都有一个叫做转型正义的律例。所以当耶稣咧讲上帝国临到，甲上帝喜年的时阵是同款的意思。
上帝要无搁再追求人的罪，这个社会要成做一个全心正义的社会。无搁再有奴隶，无搁再有主人，大家拢是主耶稣，拢是上帝的囝子，平平公平，这是上帝施恩宝座的面前。所以，兄弟姊妹，报告上帝欢喜的你。教会存在目的就是传福音，天国的福音。愿主的国临到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愿主的国临到伫台湾，亲像伫天堂。愿主的国临到，什么意思？上帝和台湾成做一个自由、平等、民主、三听、尊重、多元、人有尊严、心智独立，这拢是上帝国的图像。咱信主了后，这信仰有进入到咱的思想吗？咱咧讲上帝喜年，有啥物通欢喜的？咱所讲的上帝喜年，你保护你的亲人，敢干洗礼尔？真侪教会真奇怪，一记着人讲无两句，就讲你要洗礼无？有一届我的同学，阮伫美国的读册阶段联络着，伊对成大毕业了后就出国去读册。有一日听讲我去到美国，伫遐咧新学院，阮两个都用电话相通，伊甲我问讲。庄孝胜，什么叫做洗礼？我讲是安那？伊讲喺伫大学路22巷行过，我有一暗去好一间教会，甲我叫入去，叫入去了伊，规暗一直甲我问讲，你要洗礼无？对7点问到12点，到落尾我不得不洗礼啊！伊无讲不得不啦，伊讲落尾伊就甲我洗礼啊！因为我想讲，我若无洗礼，我就袂当出来啊！伊一世人。到伊去美国读书，以后佫毋知洗礼什么意思。当然，这种教会嘛真可爱，这种教会嘛真让咱真值得咱尊敬，因为得时不得时，因拢仰望人会当领受耶稣基督。但是领受耶稣基督，毋是干那这样简单尔。领受耶稣基督了，咱知咱的生命是怎么一回事。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什么是上帝的福音？上帝的福音到底是什么？每一摆的礼拜，每一摆咱的安静的祈祷，主的平安，主所赏赐咱，迄个无受苦楚、受捆绑的，无论肉体，无论精神，上帝互咱得到自由。愿天父上帝赏赐咱，互咱知影讲今仔耶稣所讲的这个信息，伊讲送向人要有福音。在身心障碍者，因感觉讲，因的生命是可以有成就的。我毋是一个无路用的人，我毋是一个涂骹咧白的人，我的生命咱能够通过福音。当然，台湾人是捌这样代志，所以台湾这个社会非常注重囡仔教育，恁有同意无？台湾人较善嘛袂当善着囡仔教育，对无？这差不多100年来，差不多所有台湾人拢知影讲，我借钱欠钱，我嘛爱我囡仔读册，为什么？因为发现讲，教育是改变一个送向最紧的一个方式。伊毋是好野人的后代，毋是贵族的后代，但是伊若有教育，伊就真正有能力。福音比教育更加重要。福音会当互人的生命直直上，脱胎换骨，价值观无共款，能力嘛无共款。以赛亚在1章第2节，伊讲：人要有智慧的灵、聪明的灵。人要有能力的灵，有策略的灵，要有财物的灵。上帝要人要有敬畏耶和华的灵。上帝相信福音啊，伫迄个所在，人就有这种的能力。主帮助咱伫绝望中，耶稣讲：送养人有伊福音，受了得着头棒，青梅得着看见。这就是人伫困境中间福音的意思，就是伫我绝望的时，福音像着光伫我的内底。我就真侪，我一生有仰望的人，所以愿天父上帝，互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除了教义以外，最重要的重项就是咱两间教会拢个定心注意听圣经的话，圣经到底在讲什么？真侪教会，我敢讲，咱在座可能10个，抑阁有5、6个，毋知影希年真正的意思，因为咱的习惯听就过啊。原来犹太人伊若听着讲上帝迄年，知影讲，这甲我的土地所有关有关系。我即个土地若别人，共贷款50年后，即个土地安怎？到迄个贷款一定截止。
迄叫做豁免权，也这无伫个时阵重新开始。简单来讲，就是转型正义。所以，伫上帝百姓犹太人，因问讲：上帝，你是啥物人？上帝讲：我是自由拥有的上帝。对迄个时阵开始，犹太人用上帝做因家族世世代代的上帝。兄弟姊妹，咱的信主毋是遐尼简单。所以，德能教会其实一路行来，嘛有真深的上帝恩典。阮常常咧问上帝讲：上帝，你对这间草地教会，你爱阮做甚物？阮伫教会草地敢都袂当做甚物嘛？毋是。所以啊，弟姊妹，耶稣初期咧传福音的时候，拢伫草地所在，对加利利，对伊的故乡，差不多北犹太，伫以色列的北边，伫迄个草地所在咧传福音。耶稣基本上是对一个真毋是文明的都市开始造就伊的门徒。所以咱知影伊的门徒，若是讨喜的，就是遐个无受教育的市井小民。但是这人竟然后来真侪初代教会教父改变了罗马帝国，因为真理互人得到开展。所以，阮将阮长期以来的思考，将这个这个使命的宣言放伫这个周报顶端，就是因为阮的囡仔，因为当有一日伫迄个无聊的时阵变起来读的，伊就问因爸爸讲：爸爸，啥物叫做用耶稣基督最中心的教会？意思就是耶稣说了算，耶稣伫这间教会，伊的话伫这间教会不被打折。耶稣伊安怎讲？这间教会都爱学习真侪心照的教会。今仔日我要甲咱做两个祈祷。第一，求圣神帮助咱所信、所领受的真理、真道，会当道成肉体。道成肉体的意思是什么？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道成肉体。我所听、我所信、我所想，这个道就活伫我的生命中间，毋是干那听，行动。这就是贵教会的名，公义行动教会。咱的教会最大的使命就是行动，行动，行动。德堂教会，咱嘛是行动，行动，行动。咱教会拢共款，咱用无共款的策略，用无共款的时间，但是咱拢互耶稣基督的教会行入去，伫咱的厝边头尾。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底。活出耶稣基督爱咱活的活命。耶稣有甲咱交代，伊读这个以赛亚61章，后来使徒路加，伊将伊所读过的圣经，伊印象中其实伊无参加迄场的礼拜啊，因为路加是一个吸二手烟的人，毋是袂使讲吸二手烟，安尼甲耶稣福音台上过凊彩讲。路加是一个毋捌看过耶稣出世，嘛毋捌参与耶稣的讲道集会。但是耶稣是一个真好奇宝宝，所以伊真够问问题。伊拄着玛利亚，伊嘛问讲：玛利亚，耶稣的妈妈，请你甲我讲，耶稣出世的时候有可爱无？耶稣安怎？路加是一个好奇宝宝，伊真够问使徒、问彼得、问保罗、问玛利亚。所以路加将伊所听到的话，放伫伊的心内。后来，伊将整个故事讲了更较精彩。圣经内底四福音书，圣诞节上有戏剧性的是伫啥物所在？路加三个博士敢三个毋是啊？有几个博士对当来，有一篇遐个故事。有个教会甲福音活甲做礼拜，伫美国我的学校边仔有一间教会叫做米兰毋是米兰镇，伊叫做即个米兰，我袂记得伊的名吼。这间教会圣诞节大到什么种程度呢？天使用迄钢索对天花板顶悬，用钢索吊落来，天使降临无你惊，我本人一个大欢喜好消息。我是无看过现场，但是因的招待的长导览员，伊甲我介绍讲，阮看恁的羊仔对这个主日的囡仔真有够样的，真正将羊仔对讲台安尼行出来，都搁行过因的洗礼的所在亲像游泳池。有一个囡仔甲因爸爸讲：“酷哦，什么意思？洗礼池很大。”兄弟姊妹，真正耶稣教会毋是干那即个外表，
耶稣最重要，伊的教会是讲甲做，听甲做一致。所以愿天父主耶稣互咱道成肉体教会伫即个所在，吼，请会记日公义行动教会甲德能教会，咱拢偏偏是一个弥赛亚的团契。咱注意想，什么叫做弥赛亚团契？耶稣就是救世主来到这个世间，伊的职分就是讨放人、拯救人，吼，带人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互受了的得到讨放，青梅得到看见。弥赛亚就是通过听甲受苦。通过听甲受苦，所以若无通过听甲受苦，这个教会也毋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无拒绝，顶是未假。有时咱未堪得，但是如果上帝若有将一个使命互咱的时阵，毋通拒绝。咱讲主，我虽然无能力，虽然我的信心无够，主你若爱我做，主你看我有够重，主我愿意做。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是一个经验着。伊讲，今仔日所读的圣经以赛亚61章，已经安那充满伫恁的耳。伊即个原文的意思是讲，已经充满应验伫恁的耳孔内底。所以，兄弟姊妹，即个已经应验伫恁的耳孔。原文的意思是即个意思。所以，兄弟姊妹，咱做礼拜听讲道，爱听入心。有真侪基督徒对遮听，走到遮，走一世人走袂到，因为有听，但是无一定有感动。主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照所听的去行，这就是耶稣所讲的意思。我要讲一个小小的故事：人若无信心，若无行为是死的；信心若无行为是死的。吼，所以祝福咱的使命是甚么？就是将生命的真道表明出来。今仔日的台湾需要什么样的教会？就是讲真道，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无论是政治的主张，无论是道德的主张，无论是文化的主张，无论是对咱人生成功的主张，照圣经讲。但是今仔日咱无一定安尼。咱虽然信耶稣，咱有真侪时阵，咱的价值观念、伦理观念，咱无一定。因为今仔日咱活伫一个相对论的时代。人讲话亲像，拢爱尊重多元，安尼才是绝对。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一世人做一项代志。我讲一个小故事，为什么？因为会去想到这个故事，是因为这礼拜拄真接近，拄伫顶礼拜下拜四，3月24号，就是一项代志发生伫英国。伫英国发生一项蓄奴，就是奴隶的法条。互人禁止，对3月24即天，英国禁止买卖，袂使做再买卖奴隶啊！吼，但是迄个法条通过迄日，就是3月24。即个人叫做 William Wilberforce， 即个人就是威廉韦伯夫，即个人。即个人是英国真少年的国会议员，伊细汉的时阵。上帝给伊准备一个信仰的老爸。今仔日咱第一条敬拜赞美所听的歌是啥物歌？感谢主，吼！阮的兄弟真勇敢，吼！伊虽然学这个电吹无偌久，但是听到讲今仔日的司琴带喜乐宝院的这个院民去这个越南，所以今仔日无司琴通甲敬拜赞美司琴。丈夫自告奋勇甲太太讲。伊要替伊做伴奏，吼！感谢主，服侍是夫妇做伙同心，吼，就是将咱勇气摕出来行动。慈爱恩典的作者叫做 John Newton， 这个 William Wilberforce 伊真细汉的时阵，伊的老爸就死啊，所以老母将伊送互阿杰饲，阿杰的牧师就是 John Newton。John Newton 就是伊阿杰的牧师 ，John Newton。常常甲即个威廉，即个威廉，甲伊抱来坐伫伊的骹头躯，常常甲伊讲真侪故事。即个牧师会甲伊讲，我细汉的时阵，我少年做真残忍的代志，因为我是一个船长，我有一只船，我对非洲买真侪奴隶，我甲奴隶载来英国卖，
爱伫咧过程顶管，足这种真残忍的代志，抵到这个John Newton伊心内有罪恶感，后来伊伫这个罪恶感中间，伊选择放落伊的船，放落伊的一切来做赎罪的工作。John Newton 甲这个威廉讲这个故事，所以一个小小的威廉后来就有机会通成做一个国会议员的时阵，伊做一个读册会，读一个查经班，叫做克拉彭联盟。伊做一个真要紧，叫做克拉彭联盟。这个只有10个人的查经班，30年的查经，因将英国的法条法律转型正义实行出来。这个故事我今仔日短短安尼讲，恁有兴趣，恁搁继续去读，搁继续去，恁会有真多的感动。今仔日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咱这群人就是做伙读圣经，咱这群人就是做伙领受一个使命，咱做伙一世人来做一个真要紧，互台湾叫做 Formosa， 互台湾叫做一个美丽岛，互台湾叫做一个自由、平等、公义、人权的土地。教会甲社会，毋是门关起来，你我无交陪。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3月24号，英国改变这个法条，无马上改变，因为这个法条3度甲改变，有足侪层的，无共款。你禁止买卖，并无解决奴隶代志。经过20几年，才真正行奴隶的身份。John Newton要死进前的3天，伊倒伫伊的面床，伊听到伊的管家甲伊讲，国会正式通过。对今仔日开始，证明就是讲，互奴隶无搁再叫做奴隶，互伊有一个正名，伊无搁再是奴隶，伊是一个有尊严的人。英国的政府正式提拨金钱，甲这个奴隶获释咧，赔偿因一生的损失。所以你认为咱台湾是一个真值得咱骄傲的国家。台湾这个国家是一个好所在，伊是咱的祖先，也是咱的子孙。我毋是因为恁来，我才安尼讲。兄弟姊妹，教会存在是世间的光，世间的盐，道成肉体是咱的使命。原这个故事甲你三甲伫地，这个人死有交代伊的亲人讲，甲我带伫故乡的礼拜堂的墓园就好啊。但是英国唔放伊过，不放他一马。英国的上议院、下议院后来联名提出，伊讲，请国家甲国王将 William Wilberforce 改带伫西敏寺的内底。西敏寺就是国葬啦，一个人最悬的荣耀，伊毋是家己为这个荣耀，但是伊一世人，我倒来这个克拉彭联盟。特拉彭联盟甲米西亚团契同款的意思，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甲咱讲，咱甲上帝讨讲，主我要用一世人做一项代志。威廉就是这种人，伊少年听到老船长所讲的，不是澎湖湾迄条歌，是奇异恩典。威廉听到心，会一世人真爱叫。伊伫国会咧讲，人喙角全破，人遐老议员咧讲啊，少年的你毋知啦，你讲迄个太过理想化。咱若无遮努力，咱英国会倒。所以有真多冲突，但是当伊冲突的时候，伊会去找John Newton。John Newton 会甲伊祈祷，甲伊鼓励，一世人才对伊属灵的老爸，一世人会查经的谈判，小小的教会，因这叫做地下组织啦。真正是地下组织，因为这个名是后来到因的第2代，佮将这个查经班的名公诸于世。若无因是一个地下组织。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第2。今仔圣经讲到，咱是上帝所栽种的公义树，伫路加顶悬无写，但是伫以赛亚顶悬有写。咱就是上帝所栽种的活命树。活命树甲启示录所咧讲的迄个生命、迄个公义树甲活命树是同款的，栽种伫上帝活命的江河、香槟树边的溪边，
伊照时结果子，叶青翠，伊的叶会当医治人的病。所以兄弟姊妹，公义树就是上帝的生命树。教会设立就亲像种一丛百年树，基督徒的生命就亲像种一丛水水的树，伫社会中间来互人看。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伊讲，恁要称作公义树，是耶和华亲自栽种的。兄弟姊妹，会记哩？耶稣讲，我的爸就是造园的人，有无？我是真的葡萄树，恁是葡萄枝。离开我，你都袂当做什么。上帝所栽种的公义树，亲像耶稣所讲的，上帝用真葡萄树种伫地上，会来爱定乐园。愿天父上帝，互咱的教会，无论伫什么所在，伊甲咱种伫遐，咱就好好活，认真活，将上帝伊的话名活互咱的厝边，互咱身边的人来看见。伊讲要彰显上帝家己的荣光。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互人知影讲信耶稣的人无空空，信耶稣的人毋是死无人哭。台湾人过去拢误会讲基督教是死无人哭，吼，但是毋是。基督教应该基督徒爱互人讲啊，因信主的人真正无空空。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伫今仔日个礼拜，为着咱的教会，为咱共同的组织，咱甲上帝祷告，祝福公义行动教会，互公义行动教会会当种伫台中中园公园，吼，毋是干那伫台中公园，伫任何所在拢是上帝的公义树，互人看见全心正义。你我咱拢是啥物人种？拢是上帝用上帝国的种子栽种的公义树。伊还未落土进前，伊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丛树啊！有一个足出名的神学家讲，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伊受主拣选的时阵，伊的生命虽然细，看袂到一粒种子，但是这粒种子基本上已经决定伊将来是什么样树。这粒种子已经决定伊的将来。你我咱伫上帝手中，咱的命运已经伫上帝手。已经决定咱一生的将来，甲教会定照。耶稣栽培学生，教会爱栽培门徒。耶稣伊会搁我的话命，哦，行遐绝望的教会，重新搁活起来。愿主的荣耀甲咱三个弟弟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的存在是要为着互打扫，为互打扫的沙漠，通得到新的画面。我倒来到我起头所讲的这个深入群众的教会这本册的册名，伊的册名原本的意思就是沙漠中的种子，沙漠中的种子。听这，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上帝将迄个真理的种子，放伫你的耳孔，放伫你的心内，放伫你的家庭，放伫咱共同的教会。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咱的责任是互旁方的社会。重新有活命树，咱的责任是互旁方的社会重新有活命树，咱同心来祈祷。无所不能的上帝，创造天地的主，愿做我主接伫你的圣殿，做你的话真深沉，但是若有你的圣心，阮就要了解。做你的话是活命的种子。伫今仔日，你将这个真理的种子放伫阮的耳孔，放伫阮的心内。恳求主耶稣，你令你的保护灌入，互我生命这个公义树会当长大，通荣耀你的名。做完做组织，将两间教会合作一间教会。阮无搁再提起阮彼此的名，独独阮要讲，阮是耶稣的教会。愿你的名成，愿你的国临到，伫地人亲就伫天人。阿门。
这是咱三甲来吟圣诗应答上帝的听。圣诗168首，求主复兴教会，请咱起立吟全首。请坐，这是咱请同献。
姊妹，今仔要行平安礼进前，咱先来欢迎今仔日伫咱中间做礼拜的台中公义行动教会李牧师甲所有兄弟姊妹吼，咱请因起来，互咱在地欢迎吼。咱真欢迎，真欢迎吼，请坐，请坐。当然，这中间有几位牧师吼，李牧师以外，阁有捌来过咱的中间的复兴教会前的王牧师、林牧师、王牧师吼，阁有一位特别的介绍，就是张建宇牧师吼，咱喜乐保育院出身的牧师吼。咱真感动，阿嬷的生命中间不但有影响真侪优秀的喜乐保育院的毕业生，互这囡仔荣耀。上帝伊通过一个歌父所做的工，建议牧师上帝有一种特别的文书，就是写歌吼，伊曾经得到这个应该是电影的金曲奖的金马奖的这个原创这个原作的这个作曲吼，伊嘛为着喜乐阿嬷写一条歌叫做《一蕊花》吼，我若对吼，一蕊花吼，嘿，一蕊花进来的花吼，感谢主。阁有咱有几个喜乐保育的毕业生，甲咱今仔做礼拜。阁有杨老师甲因两个查某囝吼，杨老师甲因两个查某囝，咱真欢喜因做伙来吼。咱甲杨老师有真亲密的关系吼。伊长期伫咱喜乐保育，不是喜乐保育，咱爱家不是，咱的向日葵学院吼，做真好的这个老师的指导的老师吼。阁有台中。倒来做礼拜的燕强兄、燕强嫂甲伊的查某囝吼，咱真欢迎吼，也收听恁吼。甲阿昌吼、洪昌因夫妇对台北倒来做礼拜。其他我敢有第一摆来，我无介绍到的人客。咱做伙用这条诗歌来互相祝福吼。愿主耶稣会听丰富咱的生命，吼！主耶稣会听就是咱一生最大的福分。当咱念这条诗歌的时阵，咱伫心中为着咱所孝念、所看入的亲人祈祷。咱脱离黑暗的关系，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进入光明的国度。哦，耶稣听你，你会救你，耶稣永远。咱同心来祈祷。主耶稣，当阮念这条诗歌的时，特别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阮要为着台湾这个社会来祈祷。伫阮的故乡，伫台湾这个社会，也有真侪需要上帝你的怜悯，公义的转型，受苦的人得到投放，丧享的人得到怜悯。主求你帮助台湾的教会，会当有行动力。会通伫台湾这个社会内底努力，搁再努力。主，互阮甲因同得福音的好处。至圣的主耶稣，你听阮到这样，甘愿为着阮死伫十字架顶悬。主，求你帮助阮伫这个世代，会当将生命的真道表明出来。主，互阮毋是空嘴保子，当阮的念耶稣听你的时，主啊。互阮知你是一个甘愿为着世间人听世间人到死的耶稣，主帮助阮，愿意用听甲受苦，做阮一生真重要的态度。主，阮要为着阮的士大人来祈祷，求主怜悯照顾阮的士大人，互因伫年长的年纪中间，每一天拢有尊严、有健康、有平安。主，阮嘛为着阮教会中间身躯欠安倒床的兄弟姊妹祈祷。求天父上帝怜悯帮助，互软弱的身躯
得到勇健，求天父上帝你亲像春天的风，将你的话开分入每一个伫病厅中间咧康复的阮的兄弟姊妹。主啊，嘛为着伫网络顶悬甲阮做礼拜，你的囝20某囝。主啊，当阮安尼吟诗的时，你的圣神就将即种听的福音，就遍传到逐所在，互需要的人就得到帮助。主愿你甲阮撒家伫地，愿你的名伫阮的中间得到高举。阮安尼恳求祈祷，我靠耶稣基督你的圣尊名求，阿门。咱下面来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咱请生日的人来头前吼，咱请演唱兄来头前，咱为着生日的兄弟，咱做个祈祷。行动教会的兄弟，你若有伫即礼拜有生日的人，嘛欢迎你来头前吼，咱做个祈祷。生日快乐，咱做个来祈祷。至圣的主，你是一切活命甲稳定的源头。阮深深相信，阮求就互阮，找就拄着，拍门就要甲阮开。主，你的囝儿生日的时，愿奉你的圣名祝福伊。主，你互伊的杯满溢。主，你互伊生命永驻，灵魂体拢得到健康，心欢喜，心快乐，肉体安然徛起。主，你将你的圣神放伫伊的内面。互每一个生日的阮的兄弟姊妹，因有智慧算数家己的年日，会当做生命好的工人，管理上帝你所交托阮的生命的年日，祝福阮用日子、用活命来荣耀你的圣名。专门为着娱乐、为着指证来祈祷。虽然今仔日伊袂通伫礼拜堂甲阮同齐敬拜，但是愿天父上帝你受阮祝福，甲因同在。愿在你的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现在咱过来这个礼拜，咱每一个营暗拢有线上的祷告会，吼。咱伫这礼拜是受难周，咱莫伤过虚华，吼。这礼拜是受难周，是咱上好默想耶稣基督听的一个时间。咱每一暗，咱拢有即个线上的祷告会，咱会当做伙伫即个线上祷告会顶悬做伙来默想主耶稣基督最后的一礼拜，伊怎样来过，为着咱死伫十字架顶悬，吼。你讲你要教会嘛有实体啦，吼。你若会当来教会嘛，你嘛会当来教会，吼。若袂当来的人，你伫实体顶悬，伫线上。教会有直播的但是咱礼拜教会实体的祷告会，逐年咱拢照安尼进行，吼。咱来请师会报告，师会报告。即时我来报告，请咱掀开咱的周报。顶周的聚会，请咱家己看。本周的聚会，主一礼拜早起是9点半伫礼拜堂。祈祷会头拄牧师有报告，拜1到拜4，咱有祈祷会，拜六暗咱嘛有祈祷会，暗时8点伫礼拜堂，你嘛会当参加线上的祈祷会。拜5暗，伫喜乐保养伊有受难周，受难日的圣餐礼拜。查经班，后礼拜查经班咱暂停。圣工的服侍下礼拜聚会，请吴素基长老领诗，请郭一玲执事，司琴请陈美秀执事，司宪甲招待请张世昌执事，尤丽芬执事。爱餐请李淑晶姐来为咱备餐。新干讲的读经以及每日的灵修，请咱照这个顺序来读圣经。具体交通第一。本主日是棕树主日，纪念主耶稣受难。受难周对3月30到4月4日是受难周，有受难周的礼拜。拜5暗，二林区暗时8点，伫喜乐保养院有受难周的圣餐礼拜，请咱准备心来参加。第二，4月初5国外节，透早6点伫王景灯塔。有朝阳礼拜
教会要伫透早5:20集合出发。主日礼拜后主日礼拜有圣餐圣礼典，欢迎共领圣餐。主日礼拜后有4月份的中集会甲小会，请中集出席。第三，本主日咱欢迎台中公益行动教会牧师李牧师甲中集兄弟来到德定教会共牧主恩。愿上帝继续带领恁。第四，本主日下晡2点，幸福到我家。咱要伫伯利欧家园共同组织，伫遐敬拜上帝。同心俄罗主的恩典满溢，请兄弟踊跃参加。请咱嘛继续为着生日的兄弟来祈祷。奉献报告，请咱家己看。若是有出入的接过界人员来见证。代祷的事项，第一，为着身心欠安的人，庄人子以及为着教会所有的长辈因的健康平安来代祷。第二，为着教会青少年因的身心灵、课业、升学、考试来代祷。第三，为着适婚的青年的婚姻来祈祷。第四，为着出国在外的青年有刘玉明、林怡轩、刘义军、陈恩君为遮的人来代祷。接续咱来吟上行圣诗509首，圣诗509首，俄罗天父万福本源，请咱起立吟全首，吟诗煞，请曾牧师祝祷。同心来祈祷，愿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主爱，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请坐，默祷闭会。